Hello，早晨啊，大家好。今日一早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壞消息，就係我肥咗啊！我竟然重咗4斤啊！今日一上稱竟然係53kg，之前係51kg。雖然重4斤覺得唔係好多，但係你要減4斤嘅話，可能就要用盡九牛二虎之力。仲有半個月就過年啦，仲幻想過年之前可以去到50。睇嚟又要重新開始減肥啦。雖然肥咗，家務照常，煮啲壽司米，準備午餐整午餐肉壽司卷。食咗幾日三文治，今日又話想食壽司卷。只要你哋開到聲，爐皮馬上準備。早上趕時間嘅時候，或者煮一杯米嘅時候，我就會用呢個迷你小電飯煲，因為佢方便快捷，15分鐘就可以煮熟飯。不過佢真係只可以煮一杯米嘅啫，2杯或者3杯米以上煮出嚟啲飯就唔靚。唔知點解我今次打開呢個午餐肉入邊好多水，所以我用紙巾抹咗一抹，之後將啲午餐肉切成粗條，粗少少都唔緊要，因為整好之後會有少少縮水。我用2塊就夠，多出嚟嘅用盒裝住，放響雪櫃度保存。將切好嘅午餐肉放響空氣炸鍋度，都係嗰句，我懶得煎，煎啲油煙到處都係，用空氣炸鍋快靚正。話咁快啲飯就熟咗啦，將佢拎出嚟準備撈啲壽司醋。攪一攪先，等佢冇咁熱。放幾多壽司醋我都係好隨意嘅咋，憑感覺。多啲少啲，我估計都唔會太大影響。OK， 啲飯就搞掂。等啲午餐肉得咗，我哋就開始包壽司卷。空氣炸鍋整出嚟嘅午餐肉都好靚㗎，所以只要可以用空氣炸鍋整嘅嘢，我就一定會用空氣炸鍋，因為實在太方便啦。我今日煮咗1杯米，如果你每條包多啲飯呢，就只可以包2條壽司卷。不過我今日計劃包3條壽司卷，所以每一條包少啲飯。響紫菜嘅邊邊嗰度放少少飯，咁一陣捲好嘅時候就會黐住，就唔怕散開。今日有午餐肉壽司卷啦，有1人半個腸仔包同埋魚仔餅，之後1人1包呢啲熊仔餅同埋呢個新買呢個餅乾。送咗2個仔返學之後，我馬上嚟 Walmart 買咗個新磅，因為舊個磅已經有7年啦。我怕佢唔準，所以買咗一個新嘅。我決定咗開始一個為期15日嘅減肥計劃，每日打卡我嘅體重同埋1日3餐食咗乜嘢。有冇姊妹想同我一齊打卡啊？原來新嘅磅同舊個磅稱出嚟嘅重量係唔一樣㗎。舊嘅係53kg，新嘅係52.5kg，兩個磅嘅誤差有1斤咁多。自從我生咗個大仔之後，都未試過低於50kg。我覺得都係要瘦先好睇。俾你哋睇下我生完2個仔之後有幾肥，3年抱兩，當時應該大概有65kg，真係又肥又顯老。呢個係大概51kg嘅時候。有時女人想變瘦變靚，唔係為咗取悅人哋，更加多嘅係令自己開心。女人要學識自己愛自己多啲，先會有人愛你。